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全世界的莲友以及在座的常住报告我母亲的公案。我母亲没有受教育啊，从小就是个养女啊，因为我外祖父外祖母他们家生了很多孩子，她也没有能力照顾这些孩子，结果把我妈妈送给姓韩的家里做养女，结果韩的这个家庭也很贫穷。我母亲呢，就在那种环境当中克勤克俭，要努力才能够过日子。后来日本人占据台湾之后，我母亲为了找工作，为了生活，就给日本人请去当女佣了，洗衣服啦，打扫环境啦。我母亲非常的勤劳，很认真，日本人很赏识，非常的器重她。我母亲就在那种环境当中赚一点点小小的钱呢，可以糊口了，可以过3餐。好不容易啊，嫁到我们尤家了。跟我爸爸结婚之后，也生了几个孩子，我是老二。那我母亲呢，值得我们学习赞叹的地方是，她很有口德。我母亲从来不骂人的，从来不讲人是非的。再怎样委屈，她不去说长短，也不去讲埋怨的话。这是我母亲的德行，所以整个宜兰苏澳镇上的人民百姓呢，左右邻居啊，大家对他很赞赏。你只要有困难来找他，他都乐意帮忙，尽全力来协助、关心别人。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她的缺点就不懂得交际，又不认识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乡下妇女，什么都不会，听也没有说听得很懂，因为她不会应酬嘛，不会跟人家交往。后来她不小心脊椎去损伤到了，坐轮椅。在这个时候刚好有个空档，我一回去就把她接到苏澳正觉寺来，住在那里疗养。我请了一个越南的外劳来照顾我母亲。我母亲也算是说心里很欣慰，有这个孩子能够好好的照顾他，他很开心。他问我说，怎么样叫做修行？我要解脱生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叫修行。我就告诉他，你要念佛，你一定要念佛，念佛就是修行。他说那么多人都在念佛，那大家都在修行吗？我说错了，念佛是归念佛，但是要有2种很重要的观念。你念佛要很深切的知道明白，是阿弥陀佛要来救你，你念佛他绝对不放弃你，这是你要知道的概念。第二个呢，佛陀不嫌弃你什么身份，过去是个好人坏人，你是个出家在家，阿弥陀佛不分别，不嫌弃你。只要你肯念佛，你自己要相信，我有条件可以往生，我有资格可以往生。我就跟我母亲这么讲，我母亲呢很高兴，原来要有这2种观念啊，那我知道了。他就拼命念佛。每一次我回到正觉寺去看我母亲，那时候我已经快要70左右了。我母亲看到我都跟我讲一句话，她说，我的宝贝孩子回来了，我最孝顺的孩子回来了。我已经相当有岁数的人，但在我母亲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小 baby 一样，是一个小孩。我也感到很开心，很高兴。我母亲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结果没有想到有一阵子我没有回去了，因为正国寺这边忙后来刚好有一段空档，我赶紧抓紧时间回去看我母亲。我母亲就跟我讲，极乐世界的情况是多么的庄严那里面的树林地面黄金铺地，还有楼阁宫殿是这么的庄严，那些人都是笑眯眯的，哎呀，怎么这么可爱了？我说他讲给我听的时候，我非常的惊奇。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听经也看不懂字为什么你知道极乐世界这个情况？我母亲就说，是阿弥陀佛带他去的。我说，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为我妈妈深深的祝贺。她去了极乐世界，绕了好几圈了。刚好就在农历2月21号，普贤菩萨的圣诞那一天，我母亲舍报往生了，寿命已尽了，世间的因缘告一个段落。我刚好不在了，我母亲很依赖我，她说我要仰靠的这个孩子，他不在身边，她心里有一点惶恐，那个脸色有一点黑黑白白的，她有一点惊恐。那时候我刚好在越南办一场念佛大会，好几万人都出席参加。我临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心里很着急，怎么办？没有办法第一个时间回到台湾来。
结果我就吩咐我们的莲友用手机拿在我母亲的耳朵旁边，我跟我母亲讲话，我母亲都听进去了。我说我没有离开你，我就在你旁边，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保持正念，不要害怕。因为佛就是要用名号光明来救度你的，你只要安安心心的把全部都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常的欢喜，一定会来救度你的。我母亲听完以后，莲友就一直转述我母亲的情况，那个过程，脸色一直红润，嘴巴一直微笑。这时候我听了满心的欢喜。但是我没有办法回来啊，因为还有好几天，整个行程安排都事先规划好的，都很紧凑，所以我没有办法第一个时间过来。到了第5天，越南的法师莲友们很慈悲，听说是我母亲往生，马上帮我设一个灵堂。那一天法师大概有70、80位，莲友有500、600位，大家共同在一个大殿，在我母亲的灵堂前面就诵一部《阿弥陀经》。师父来主法，我在诵经的时候给我母亲回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灵莲他看到了我们在诵经的后头那个地毯突然间放光，奇怪，怎么这个红地毯会放光呢？他赶紧用手机咔嚓把它照了一张，没想到洗出来之后，阿弥陀佛因为我母亲是在2月21。就是普贤菩萨的圣诞当天下午4点往生的。大家都知道普贤菩萨是骑大象那一张相片的里头就有一只大象栩栩如生了那只大象的上面呢，就坐了一个菩萨，戴的皇冠的，就是普贤菩萨。我母亲呢是2月21往生的，结果普贤菩萨就现身来接我母亲。普贤菩萨是大愿王来亲自接我母亲。我看到那一张相片，我感动得不得了。我知道我母亲很笃定的，非常明确的就到极乐世界。各位，这就说明你只要念佛，佛永远都不放弃你的，永远都要救度你的。你是佛心目中宝贝的孩子，他永远都不放弃你。我母亲没有受教育，1个字都不认识，从来也没有听经闻法，也不会拜忏。在这种情况，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你们的条件比我母亲好了几10倍。我母亲什么都不懂只有老实念佛，老实做人。没想到她感应道教，就在2月21普贤菩萨圣诞的当天往生。结果实现了普贤菩萨骑的大象来接我母亲。有这个事实的呈现，触动我的内心，我很感恩阿弥陀佛，感恩所有的菩萨，你们太慈悲了，愿力太广大了，对众生的关怀无微不至我母亲已经顺利的到极乐世界，所以各位，你们的条件都比我母亲好太多了。我母亲都能顺利的到极乐世界，你们有没有资格有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太好了。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念佛，佛永远都不辜负你的。今天将这个公案来给各位大家报告，你们只要好好的念佛，人人都有希望，人人有将来，人人都能够有美好归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